喂，各位老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光頭啊。有朋友問我喺淡水如果想置換啲大型單位，邊啲小區會比較好？我個人推薦就係星河單提呢種125方嘅大五房啊。嚟，我哋一齊睇樓先。OK，呢個單位房產證面積咧，一共係125方噶，做咗5房2廳2衛1個廚房噶，坐北朝南，南北通透，採光同埋通風都係非常之好噶嚇。業主裝修一共係等咗20個 W 啊，定製咗每間房都有到頂嘅衣櫃，可以咁講，可以直接係拎包入住，鎖匙在手，可以隨時睇樓噶。有興趣嘅朋友，右手邊插支旗，後台私信我啦。咁啊係咁先啦，拜拜。